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行政议会通过小三通专案，限时间内开放金门马祖地区民众，以及着中国配偶，不过这专案无包含台商。真济民众会买普拿糖清关1号寄去中国，这个政府呼吁民众爱准则，若准伤严重，为福部个人的徛名者限制民众买数量。美国参众两院5年100亿的军事援助台湾这个法案呢，宣布列入去拨款法案，加拿大军事代管专家认为，台海无亲像乌起来遐尼紧张。行政议会支持通过小三通专案，提供金门马祖地区的民众，也有中国配偶，伫旧历过年前后，也就是1月初1到2月初6，会当透过专案申请航班回乡。不过，这头一批是无开放台商对中国登来到台湾，就台商呼吁讲，就要赶紧恢复两岸直航的客轮，上无会当互上万人登来到台湾。本专案的搭乘旅客以金马地区民众、中国籍配偶等为限。采专案申请方式，由地方政府负责造册控管。农历新年要到啊，行政决定小三通金马春节专案，金马民众加入推专案申请先行，不过并不开放台商中转回台。大陆呢，他们在这个所谓的疫情的这样的一个管控上面呢，各地方还是各自加码。纵使这个航点开了，那第一个量能够不够，第二个风险高不高，那这个都是航空公司他们呢也做了一些考量哦。那当然我们也有做过一些试探性的那个。柯泰山表示，中国疫情严重，小三通是准分，这人唔是直接到机场，不应该互金马承担疫情风险。中央评估疫苗量能了后，决定无开放中转，各医师建议恢复入境采验措施，疫情指挥中心回应，目前无需要。从机场进来的，好，那有我们固定的航点飞回来的，那回来的人数，我想并不是这么多了，并没有这个需要特别启动这个所谓的特殊的这个检疫的这个措施。春节期间，两岸往来航点航班无够，互票价起价，未少想要回台过年台商是话价不少。第一阶段只有是针对于金马乡亲的民众，许多台商他们是必须要透过大三通才能回到台湾，不止舟车劳顿所花费的费用也是非常庞大的。真正的这个理想跟我们的理想是不太一样的啦，他不会为大陆150万的台胞来着想嘛，非常希望了很久，希望小三通可以开。结果是只开很小的一部分人。金马春节交通专案实施期间为明年1月7日到2月7日。总统府表示，后续会看疫情发展甲整体情势来评估，慢慢恢复小三通，希望透过这一摆专案，作为疫情了后两岸人民之间健康有序交流的起点。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即摆疫情当日滚价，也出现讲台湾的民众三钱买普拿糖的情形。邮局也发现讲，这礼拜去寄到中国包裹，这数量也变多。民众除了寄普拿糖，阁会寄清冠1号，连带去到中医诊所，家己开钱买清冠1号，民众也增加。指挥中心即摆是先用可见方式，呼吁民众买药就要准则，若准是伤过hạn，无排除会用徛名制限制民众买药的数量。阿未封箱的包裹，全国阿普拿糖，民众讲这要寄予人伫中国的家庭备用。寄那个药品到大陆，因为有亲戚在那边，怕确诊了以后买不到药。高雄邮局表示，今年11月寄去中国的包裹数目增加，不过这对外确实有不少民众寄物品去中国。最近收到的寄去中国的包裹，也陆续发现有清冠1号、维他命加普拿糖等品项。中国大陆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我们感觉是有一点点的增加，寄往大陆的包裹有一点点的增加。中医诊所也发现，民众家己买清冠1号的比例增加几倍。国境边境都有开放了，那有很多民众要出国旅游，或是有一些国外有一些亲朋好友，那他们就会询问说有关清冠1号的购买的方法了。咱国民众出现抢买药物寄去中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第一阶段买这药局以流行贩毒方式限制买的数量，若不改善，无排除用实名制管制。如果实在是非常严重的话，那再进一步是不是考虑用实名制的方式，用暂时性的实名制来这个做这个相关管制？
王必胜讲，日本、韩国也有抢药条，不过若台湾抢买药物的状况，那严重，就会启动管制措施。记者综合报道。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这几天因为 BNT 新配方疫苗问题，和卫福部长试水员拢相关回应。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是代替试水员来甲过党的回信礼，强调试水员讲郭台铭亲像推销员，认为这款的讲法无讲概括。那 BNT 的代理商福清医药昨暗时临时宣布，未来合约会当换做 BNT 新配方疫苗。试水员今日表示，这生理人是真够变巧，无亲像国家政策歹东西。不过，指挥中心也表示，目前国内新配方疫苗数量也是有够的，暂时袂去买 BNT 新配方疫苗。鸿海集团创办人最近因为 BNT 出世代疫苗采购案告上政府，那 BNT 大中华代理商福清医药赶紧发声明表示，未来合约会当换做出世代疫苗。商业上面的策略的话，本来就是会很多转折的，这不是像说国家政策要转弯就比较困难一点。那这个生意人他做这样的转变，这个是会非常有弹性的。我们现在目前量是充足的哈，所以。目前的话，应该暂时是还不会了。指挥中心强调，暂时未买 BNT 出世代疫苗，基础剂做 BNT 的族群，若要男咧做莫德纳等出世代疫苗，敢是安全？专家表示副作用差不多，也建议会当加买就加买。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建议多买啊。新冠疫苗的现在有2种次世代疫苗，它的效果跟副作用也差不多，好，所以大概。2个疫苗的效果相当的话，我们就不会说一定非要哪一种疫苗一定要进来台湾不可。不过，试水员顶伫讲郭台铭像 BNT 销售员和贵动力伫 FP 批评牵手失落，即马连行政院长苏贞昌拢出面回信咧。卫福部薛部长不能把这个跟推销员一起讲，虽然他不是那个意思，但容易被人家连在一起，怪不得郭董事长就跳起来了。所以这样不好，我们应该觉得这个政务官这样子的讲法，我特别要表示道歉。BNT 出世代疫苗争议，唔拿经费问题，也牵涉2024总统大选，话题继续摊烧。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咱台湾的国防，中科院伫屏东的九片基地，对昨开始到29会有5天的时间，伫东南部海峡空域进行飞弹试射。昨到今早起呢，这国防部也侦测到3只的中共军舰，也有39只的中国军机伫台海附近活动。有专家认为讲，这有可能是要来收集情报的，也将有可能是配合中国和罗西亚的联合军演。飞弹对屏东的九片基地射出去，飞过天顶。中科院1到23、2月29，计共5日，伫东南部海峡空域进行射实弹。那试射高度无限制，佮罕见伫下晡2点试射，吸引真侪军事迷走去翕相。迄个水也公告讲，渔民试射期间卖挖紧。议会来通知渔民，海巡署在港口的这部分也会公告展示渔民。我们透过渔业空境电台来广播。海上作业渔船要避开这个海域。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400公尺的中共军机对应，你已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就伫咧中科院试射飞弹时，对21透早6点到22透早为止，国防部也侦测到3只中国军舰。39只中国军机，机型包含采空式无人机、歼16战机，拢飞过台海中线，进入到咱国的西南、东南空域。机型都是以侦察为主，很少见的4个批次的飞机进来，所以很可能昨天打的是云峰派过来的攻击他们是比如说运8或运9这种所谓电侦机的话呢，其实我们要比较注意，它有可能做电子情报的群众。军事专家认为讲，除了收集情报，因为1礼拜之前，中国航空母舰辽宁号带5只军舰到西太平洋来训练。另外，中国甲罗西亚联合军演是2月开始，离台湾敢若300多公里，不排除这寡中国军机是做伙去操演。针对这件代志，国防部表示，当咧谨慎监控。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参众众议进前通过国防授权法，提供台湾5年美金100亿的军事援助。不过，美国国会最近通过年度拨款法案，却无甲对台湾军事援助这条费用列入去，颠倒是保留爱还钱的军事贷款。咱的外交部回应讲，会继续和行政部门讨论落实国防授权法案的各项倡议。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就分析讲，这台海情势虽然是真紧张，不过无亲像乌克兰已经是看近现场的发生。美国提供军事援助是看啥人较紧急，就算是军事贷款，台湾也爱积极争取。美国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参众两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授权台湾提供5年100亿美金无偿军援，甲每年上至20亿美金外国军事用途贷款，延款年限12年。不过，美国国会至3完成2023年度拨款法案，有保留军事贷款所拨达绝对大无偿军援。第一个，拜登政府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仍然坚若磐石。拜登政府在过去1年之内7度宣布对台军售，落实军售常态化。那军售的价值约总共有28亿6600万美元。外交部澄清，授权法甲拨款法的立法是伫无共款的委员会进行，会继续甲美国讨论如何落实国防授权法案的各项倡议。不过，美国媒体《防卫新闻》报道，形容代表台湾失败，各讲就参议员葛瑞姆也反对提供无偿军援。We hope you buy the 787. 葛瑞姆4月访问台湾，白话社蔡总统买波音787。台湾作为代表处表明，台湾正需要这笔钱加强防卫。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分析，台海情势紧张不如以色列，美方提供军援有前后顺序。因为他没有太多钱，所以他们最多是给以色列嘛，然后再给其他的国家，再给这个约旦嘛。那台湾呢？显然对美国来说，重要性还没有高过这2个国家。不是说美国故意杀我们，而是他自己内部有困难。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国防授权法案已经通过法院无偿军援所得空，显示这笔预算伫第1年度无资金到位。林中斌表示，美国即马拄到财政困难，就算只提供军事贷款，台湾也爱争取。关键被机动性管小型的武器装备防卫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经发局长陈凯玲去防检机讲，伊涉嫌伫咧7个工业区开法案内面，讲一寡对得标厂商不利的消息，要求对方就要提钱出来处理。将检调大动作去敲，直至透早检方复审结束，认为伊罪嫌重大，有逃亡别证的嫌疑，向法院申请羁押。那台南市长黄伟哲今仔日也公布伊市政府小内阁，也强调市政府会尽全力来配合政。台南市警法局长陈凯玲2中到后调查人员带离开台南市政府，因为涉嫌伫7个工业区开法案当中，散布对摕到票案的厂商不利的消息，而且甲对方提钱来盘烂。检方认为伊涉嫌贪污、大动作敲引导，佮有伊办公室等6个所在，也查扣伊的电脑主机、文件、30万块现金等等的物件。22清早，检方认为罪嫌重大，有逃亡灭证的疑虑，向法院申请羁押。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经发局长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及财产来源不明罪，犯嫌重大，且有逃亡、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于12月22日凌晨，经当庭逮捕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22透早，台南市府也公布小内阁人事，针对陈凯玲涉嫌贪污的代志，市长黄伟哲强调讲，陈凯玲原底就要离开市府的团队，台南市府也全力配合检调的侦办，然后牵连到相关的行政责任，会追究到底。支持检调侦办，相信检调的司法机关侦办一定是勿往勿总，能够让这个司法得到伸张。我们会要求我们的团队的成员签署廉政公约，以及对于相关的重大的案件包括在台南市投资的案件，都会把这个申请的程序定期来公布。台南市府强调，未来台南市民申请案件，譬如讲投资、工商、建管等等的案件，会透明公开、法制化。也拿新公布的小内阁名单，包含副市长叶德山、卫生局长苏世斌、社会局长罗武聪、经发局长林永川、眼科会主委陈淑珠、
黄伟哲强调，专业能力甲会当随战的能力是上大的考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籍的劳动镇长吴秋玲，顶个月是顺利连任。不过，既然地检署指出讲，这吴秋玲为着要连任，就去办道请人客，请这家长会联谊会成员，还有中小学的校长。结束了后呢，佮送人980块的这红酒，有贿选的嫌疑。今仔日提起公诉，而且提起当选无效的诉讼。不过，吴秋玲是法冤枉，强调无贿选的意图。劳动镇长吴秋玲2暗参加耶诞停车游行，祝福现场民众平安喜乐。不过过一天，宜兰地检署对伊提起公诉，指出吴秋玲伫3月底以1道4千5，请家长会长联谊会成员、甲中小学校长唔拿拜票寻求支持，会后佮送红酒，涉犯选罢法。赠送与会成员校长每人1瓶价值约980元之群岛水果红酒。被告吴姓女子涉犯选罢法之投票行为罪，检察官于今日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并一并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吴秋玲方起诉了后，无出现执法声明，内容甲9月初伊方调查请回时讲法差不多。迄当时解释宴请是感谢家长会甲校长，也听出班有领起定做法的建议。相信声明更加强调，与会者有人并不涉及劳动，在未来约定投票刑诉及怀疑。算计算个这样子哈，真的，我真的很无言呐。当初是说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参会哈，那感谢他们以外，也是听听看他们对于教育的一些的这个有什么建议。声明也指出，红酒是里长送的，转正与会者帮忙行销，并无贿选的意图行为，请司法予以公正公平的判决。另外，桃园地检署2日也针对6名当选人提当选无效之诉，包括1名区民代表、3名里长，拢总4个人涉犯选罢法投票行贿罪嫌。另外，大园区甲龙潭区各有1名里长涉犯刑法妨害投票正确罪嫌。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伫咧9合1选举选一个书记，拍算要来拼民进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伊就特别点名讲，这论文抄袭、党内乌金背景、无听基层声音等等，拢是选书的主要原因。另外，台北市党部评委会前调集人，就应讲的后生赵介佑，犯着早期卖毒品，就要去互判刑。赵介佑第2日有发表声明，强调甲中常委黄成国是无啥熟悉。黄成伟讲，这是为着要替民进党的乌道风波解围，但是并立委补选的吴怡农表示，赵介佑已经去互开除党籍了，说落来就是伊个人的问题啊。点名9合1大选大败原因，就是论文乌金甲无听基层声音。要参选民进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第一场证监会火力全开。论文抄袭的代志，民进党的党公职内底有乌金背景的事件。无够深入基层，无法度听到人民的声音。赖清德认为选举结果是明示对民进党警告执政者名意图不回，暗过就连台北市立委补选也有误导阴影。民进党台北市党部评委会前召集人赵应讲后生赵介佑涉嫌诈欺未到被判刑，只伊发声明强调，甲中常委黄成国无熟，也互外界解释是要替绿营占乌风波来解套。赵姓前党员，他因为个人的案件，因为个人的行为，现在要向社会大众付出最完全的责任。我们已经依照我们的程序开除了他的党籍。那接下来的事情是他个人的问题了。现在就是民进党内部到底有没有这个黑金的问题？那么如果赖清德都提出来的话，我觉得其他的民进党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去认真面对这样的问题？原本甲伫位何建伟共台行程却临时取消，被怀疑是因为赵介佑点名。暗过回笼会行本来就是无公开活动，经过讨论了后，感觉先取消是上好安排。由于补选对到位，王宏伟指出，对选情信心乐观，也毋过也免看无吴怡农。吴龙表示，回国后都一直投入社会工作，提升社会韧性，尊重对手的想法。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内发生真济残枪案。
因为咧国内目前咧这部枪支头的空包弹是会当合法进口的，警方也发现讲，去年的枪案使用空包弹比例要到40%。行政署长黄明昭也讲，未来会甲空包弹列管。另外，最近也发生几例残人口贩卖事件，甲台湾人骗去柬埔寨。调查立委是提案修法，要纠关这判刑的刑度，加强证人的保护。台湾最近几年定传出枪击案，根据警政署统计，警方查获枪击案现场的枪支壳使用 PAK 空包弹的比例连3年升悬，去年空包弹的比例达到39%。也毋过，即卖的法规允准空包弹会当合法进口，运到台湾了后，经过改造变做杀伤力强大的改造枪支，伫国内流通。因为买卖真简单，互看做是治安的空旁，立委认为有必要修法。将改造枪支到底枪炮弹药都还管制条例。对，我们是不是准备要来修法？是我们修这个相关的一个作业规范作业规范呢，就可以来达到这个可以管制了。OK， 这部分的话，我讲势必要来修法了。好，模拟枪都已经在管制了，我们在想这危害社会治安的 PAK 空包弹，我们不得不正视。另外，经济立委提案。影视摄影会当使用模拟枪，得到内政部同意，有限度开放为国外进口，专门提供影视摄影，去完了后搁运出口。那最近发生几啊件人口贩运事件，民众互诱拐到柬埔寨引起关注，尤其咱国人口贩运防治法已经达到13年无修法，需要甲国际连接。调查立委提出7个版本修正草案，包括人口贩运定义、加强证人保护、提悬刑度等。也毋过，行政院的版本刷老高。由于国人遭诱骗至境外，沦为人口贩运一节，行政院相当重视，交付再盘点会诊。本部亦与会商相涉机关意见，即将送请行政院进行最后审查程序。花敬群指出，人口贩运防治法草案已经伫行政院完成7摆审查，目前进行最后审查程序，会尽速提出行政部门的版本。记者综合报道。最后，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几天都好是美国加拿大地区民众要回乡过耶诞节的交通期，所遇到正罕见的暴风雪来扰乱。亲像温哥华因为大雪积伫涂骹，上无有25公分悬，所有交通拢是受到影响。来讲到自一个即阵北极寒流入南，美国有8成地区拢会遇到这40年来上介寒的耶诞节，上低温度可能会降到零下56度。美国这一波40年一摆的北极寒流上强的时阵还未到位，西岸华盛顿州、加州两地航空交通已经大受影响。无论毋是取消，就是延迟。困在航下10几点钟，进退两难，万人苦苦等待旅客是怨声连连。Tired, stressed, hungry, just hopeless, honestly. 这场真罕见寒流27日西北太平洋地区，然后一路向东线到23下正早炸弹气旋，全美国37个州超过9000万人拢伫冰风暴的有形范围之内。8成地区会被0度以下气温打掉呢，上南边的德州也无例外，上气温会负零下56.67度。国家气象局警告，若无采取预防措施，伫这种强度的寒风之下，无到5分钟就会冻伤。若是长时间伫外口，体温会过低甲死亡。肯达基、北卡罗来纳、奥勒冈等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物资甲避难所也严密备战。I think in my 7.5 years living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and specifically here in Multnomah County area, I don't remember a specific instance where I can remember temperatures quite this low. 加拿大西部英属哥伦比亚省20暴风雪带来积雪量超过25公分，陆空交通大受影响。全国载运量第2无用的温哥华机场，能见度升过低，透早就取消所有班机起降，耶诞回乡的交通大乱，会延续到耶诞节周末。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讲到中国官方为着要安大白纸革命，开始放令这疫情封锁的管制。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也烦恼讲，降低体检数量，致使中国官方统计数字是更加不准。WHO 伫逐礼拜记者会顶头是呼吁中国着爱提供更加详细疫情资料，而且着爱接受外国的新冠疫苗，增加因民众的疫苗注射率。
中国过去长时间的清零政策，伫个民众发出不满的声音了后，小可放宽。但是外电报道指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专家认为讲，对无法接体检了后，确诊的数字就大大增加来看，毋那清零的政策效果使人怀疑，官方公布的疫情数字嘛无啥会当相信，互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疫情更加烦恼。In order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risk assessment of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WHO needs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disease severity, hospital admissions, and requirements for ICU support. 另外，伫疫苗部分，中国虽然有科兴等有9种的国产疫苗，但是拢毋是针对上新的 Omicron 病毒株研发的。WHO 是呼吁北京当局，除了接受德国等外国支援的疫苗，嘛应该提升注射率，尤其是士大人的部分。The rates of vaccination in China, while on the face of it, are high. They still lag behind in terms of overall coverage, particularly when you look at people over 60, particularly when you look at full vaccination, which I think in the case of the available Chinese vaccines would likely be 3 doses of vaccine as a primary course, not 2 plus a booster. 除了疫情和疫苗相关的数字，引起关注的，还有各种以监控疫情为理由产生的追踪工具，像街路的监视器、通讯监听，甚至是 QR code 的追踪。维权人士讲，拢有可能和政府摕来迫害人权。作为我们公民的权利之一，我们有一个隐私权，对吧？这是我们的权利之一。那就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隐私权呀？就没有这些权利了。所以他们可以任意采集你的个人信息。事实上，对全球疫情爆发的初期开始，调查疫情的追踪工具都用用做来监控意见无同的人。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足侪摆，无论是中国这种极权国家，还是以色列这种民主体制，对着以巴问题的时阵，拢同款歹解。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讲到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已经300天了，战争了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头一届离开国内，去到美国争取更较侪支持。泽伦斯基昨伫美国国会演说，强调乌克兰人无去互拍败，也绝对袂投降。美国是答应乌克兰会提供更较侪军事援助，包括着爱国者飞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日伫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即摆伊访问美国进前，受到美国提供18.5亿援助，其中包括进前的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会当讲是受到亚弹礼物。Ukraine didn't fall. Ukraine is alive and kicking. The Russian tyranny has lost control over us. Ukrainian courage and American resolve must guarantee the future of our common freedom. 泽伦斯基表示，随着寒天来，气温当咧下降，这场战争袂当互冻结甲拖延。We have artillery. Yes. Thank you. We have it. Is it enough? Honestly, not really. Your money is not charity. It's an investment in the global security and democracy that we handle in the most responsible way. 泽伦斯基演说结束了后，送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甲副总统贺锦丽一面由乌克兰人签名的国旗。这摆访问美国是伊自2月战争开始拍以来头一摆出国。当时美国国会针对1.7兆美金的政府支出法案进行辩论，其中就包括对乌克兰的450亿美金加外援助。泽伦斯基伊较早先后甲总统拜登参佩洛西见面，拜登表示5个拍算将寒冬当作武器，美国甲乌克兰将会继续执行联合防务。泽伦斯基表示，这桩访问美国会当成行完全是美国大力相助。美国官员指出，拜登甲泽伦斯基11通电话头一摆讲到访问美国的想法。美国3天了后，就发出正式的邀请，泽伦斯基16接受邀请，18确定。迄当时，白宫已经甲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协调安排国会演说，因为安全考量，泽伦斯基这桩行程真保密，一直到上飞机才发推文，正是伫飞往美国的途中。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泽伦斯基去到美国访问，不过罗西亚总统普京亦表示讲，这战争是无法度避免的，袂当拢怪罗西亚。普京是搁再批评北约甲全部的军事力量拢摕来对付罗西亚。另外一方面，全世界上界大的两间5G 电信商伊利信和诺基亚年底会离开罗西亚，这一个离开恐惊对当地民众的行动网络有真大影响。俄乌战争开前到今已经突破300天，俄罗斯总统普京抢伫的这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访美进前，先来发表讲话，伊讲这场战争是无法度来避免，袂当甲责任拢推卸俄罗斯。Мы всегда, и вы знаете мою позицию, всегда считал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народ братским народом. Я и так сейчас думаю. И сейчас так думаю. И то,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это, конечно, трагедия, наша общая трагедия. Но она не являе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нашей политики, а наоборот. Это являе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политики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третьих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всегда к этому стремились, к дезинтеграции русского мира.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伊陪普京来听这个各种武器的导览。普京伊有因讲会进一步来发展核能力，还佫有高超音速武器。伊嘛咧批评讲，差不多是所有北约国家的军事力量拢该用来对付俄罗斯。 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сегодня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активно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во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х основных стран НАТО.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наши солдаты, сержанты и офицеры сражаются за Россию мужественно и стойко. 因为亚当节甲新年阁要到啊，有真侪俄国的士兵还佫伫咧战场咧作战，因无法度甲厝内人咧团圆。 圣彼得堡有真侪民众亲手写卡片要寄前线的士兵，嘛讲这场战争会当早一日来结束。Я хотела передать свое пожелание воинам, тем, кто сейчас на Украине, что главная задача выжить. Поскорее все завершилось, и они вернулись домой живыми. Мой брат сейчас там находится. 如今的战事还佫真硬斗，俄罗斯的民众恐惊还佫拄撞到另外一项打击。两大电信商诺基亚甲伊利信，伫今年年底佫要来脱离俄罗斯的市场，这对行动网络会造成冲击。因为两间电信商伫俄国基地台，伊的占持率挖要到一半。便若是讲规个撤出，安尼俄罗斯的用户会拄定着手机上网速度变慢，也是讲长线的流摆增加，或者是通讯网早断的障碍。 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来看克罗埃西亚经过10年的打拼，总算达到加入欧元的财政标准。明年1月1日开始要正式流通欧元，希望会当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这对拄摕到世界杯脚球赛第3名的克罗埃西亚来讲，会当讲是双喜一幕。球迷欢呼，全场是欢喜甲。克罗埃西亚全国登陆伫世足赛季军的欢乐中。明年1月也有好消息。 Smatram da smo evo u 10. godini članstva namjerno, planirano i zasluženo došli u fazu da budemo jedina zemlja ikad koja će isti dan ući i u šengenski prostor i europodručje. 克罗埃西亚1991年自前南斯拉夫独立，2013年加入欧盟了后，严格管制汇率甲公共支出。今年7月达到欧盟进口，2023年元旦开始，今卖货币扩纳将建立历史欧元正式流通。Tako da su u međuvremenu nabavljene sve potrebne novčanice i za predopskrbu i za opskrbu sljedeće godine, a pri kraju je i proizvodnja kovanica. Do ovog trenutka od ukupnih količina namijenjenih za ovu godinu koje iznose oko 600 milijuna komada. Pa ja mislim da, jer smo mi s eurima živjeli prije, mijenjali smo kune u eure i držali u bankama na eure. A kako smo se na sve naučili, tako ćemo se i na eure. 克罗埃西亚是巴尔干半岛旅游胜地，国家经济高度挖靠外国游客加入欧元区，有希望为观光业带来新的气象。那国会顶个月也通过第一欧元预算案，预计明年导致欧元强势货币了后，会当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减缓疫情加俄乌战争所造成的经济伤害。公司新闻刘眼编译。
这冷空气一阵一阵来，武陵农场自治的低温也出现零下1.5度。这农场的芒仔架是结冰变做是冰芒仔，泉水系统也变做冰条，吸引真侪民众上山看这款的气象奇观。气象局表示讲，今仔日开始到25，受到寒流甲辐射冷气的影响，会发布低温特报。其中明仔载暗时到礼拜，苗栗以北有机会落到6度以下。来到武陵农场的指定冰架区，芒仔架设的架啊，加完冰晶甲水条啊，看起来就像一张水晶做的芒仔，边啊有喷水系统，因为加温凝结水条啊，看起来真梦幻。台中武陵农场日头早加温刚到零下1.5度，特殊景致，和游客一直讲是真难得。上来的时候一定要多穿几件哦，因为真的很冷。但是真的很漂亮，而且你看我们后面的枫叶啊。就算没有追雪追到的话，也可以来参加这个独特的景观。武陵农场表示，不少民众除了来赏景，园区的蓝莓甲梅花也渐渐大开，加上变形事物的zan趣感，成做热门的旅游热点。今年疫情渐渐解封，到11月旅游人次已经达到433000多人，比去年同期的395000多人增加2成。园方表示，年底虽然大房率拢突破9成，也毋过加温，刷电到予游客人数出现减少的趋势。因为山上温度低，常常到达0度以下，反而对部分游客，尤其是中高年龄的银发族，会因此而打退堂鼓。22到25寒流过来报道，气象局表示，23暗到24时啊，是这波寒流影响上明显的时阵。虽然是大冷，也毋过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北部东北部有7县市达到非常寒冷，其他地区早暗也较会出现10度以下低温。可以看到台湾附近主要都是受到冷高压的影响，也因此呢，这个干冷的高压影响之下，天气形态都比较类似。那要特别留意早晚的气温会比较明显偏低。气象局提醒，22暗苗栗以北甲宜兰地区有继续10度左右，还是6度以下气温。中南部爱加注意日暝的温差，民众爱加注意穿较少的。记者综合报道。这天气寒死时，洗身躯的时阵爱冲烧水，安尼才会爽快。不过，这中山大学有大学了的学生反映讲，宿舍无烧水，洗身躯洗冷水是冷甲皮皮喘。学生是批评讲学校有钱起新的校舍，却无法度提供烧水。中山大学表示讲，前几工这烧水无到39度，工程真悬却无发现，也已经甲因处罚了。拍开烧水想要洗身躯，所发现水是冰的，袂堪要阿早的人只好硬洗，规身躯皮皮喘。问周边的同学才发现，毋是敢若一个人挡着，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宿舍，过6天拢无烧水通去洗。水很冰嘛，然后就洗澡的时候，当下就只想说，就是赶快洗一洗，然后就赶快离开了。对，在寒流来的那几天就比较严重这样子。学生摕宿舍的烧水系统温度表来指控，18号这天有宿舍的烧水温度敢若29.4度，啊，佫有几个位嘛是伫咧33度到38度左右。对此，中山大学回应，烧水的监控人员无随时来发现到烧水温度比39度搁较低，确实有疏忽，会处罚嘛赶紧来排除中视的改进。而天气寒嘛是卡中风真熬发生的时期，隔一日前就有一名70岁的妇女因为卡麻，啊，佫有骹手冰冷来看医生，诊断才发现是合作卡中风的急性卡的动脉血管塌掉的。我刚刚开始觉得冷冷的、灰灰的。后来才觉得有一点颜色了，会突然就蛮冰冷的哦，就是还会疼痛，然后开始会变麻哦。其实这些症状当然如果只是单一，可能还不够明显呐。其实应该就是你当它都加重起来，而且是跟以前就是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有所警觉。医生讲，卡中风除了3高族群爱留意，伫咧天气向变寒时嘛真够发生。平常1个月大约2到3例，但当着较寒的时阵，就可能变肥。提醒民众要注意脚的保暖，因为脚是人的第2个心脏。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根据着台湾医学会调查，讲这国小的学生囡仔，平均4个就一个体重伤过重或者是大考的情形。来讲到大人的部分呢，是有一半体重伤重或者是大考。国内有8到7成的民众同意大考是慢性病，不过有8到5成的民众呢，说是拢唔知影讲什么叫做大考。大考是万病之首，根据台湾医学会调查，国内要7成的民众同意大考是慢性病，但是要5成的人拢唔知影大考的定义。
如果是 BMI 27以上，就是属于肥胖。你赶快把体重往下走的话，你可能未来不会有面对一些慢性病、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的问题。根据世界肥胖联盟预估，到2030年，全球都会有10亿个大口症的患者，等于每5个查某、每7个查甫都有一个有大口症。根据台湾医学会调查指出，个人受过重含大口的几率，以国小的学生来看，平均每4个都有一个有大口的问题，大人甚至是有一半。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到18岁以上，甚至职场，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健康饮食哈，不是一昧的追求瘦哈，那健康饮食很重要。感觉用你的大腿去出力，然后屁股稍微夹一下，站起来的时候很好。像大腿啊，然后肚子啊、胸前、后背这些肉多的地方，也表示是肌肉比较多的地方。那我们就是以这边地方做训练。无想要大口，除了食物件真关键，专家建议搁要配合每礼拜练筋肉含有氧的运动，唔但会当提升身体的代谢率，搁会当消肥肉。另外，民众嘛会当透过医疗的帮助，找出大口的原因，让家己更加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边境解除封锁，国内疫情渐渐稳定，这观光产业也开始要变生理咯。说断掉欠人的问题，也让这观光区的学生一出社会就变甲真抢市。着业者开出平东行加5%到12%的薪水，被抢好人才。亲像邦务馆一个月就是3.7%的。好看阁好食菜，准备好就要出菜咯。洪体委甲蔡笔记今年分别代表台湾甲高产台参加2022国际技能竞赛项目，其中蔡笔记阁摕餐饮服务金牌，这成绩会为因创造就业优势。现在甚至更进一步，跟很多知名的国际企业，有为他们量身定做，来培育我们的学生，为他们所用。用精湛的英文办理一大手续，刘文君伫这一摆竞赛旅馆接待项目中摕优胜。明年伊就要毕业进入旅馆业，伫学校就伫经济间饭店实习。希望能够以饭店业为主，然后以长期的发展。现在就持续有在饭店的柜台打工，就累积经验。观光产业近3年因为疫情人力流失，今嘛台湾慢慢解封，也欠人，有业者开出比工业关5到12%的薪水抢人。邦务馆一个月薪水3.7万，互产业专业学生唔免烦恼毕业就失业。疫情后国门开放之后，对于我们餐饮业会有很好的表现。疫情的期间哈，我们的住房率荡到谷底，可是，在疫情之后的话哈，它反弹的非常迅速。好，那也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哈，就好像是凸显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产业缺工的状况。让因应气候环境变迁，也互环保、环卫等工作机会增加。根据人力银行观察，今年全球绿领工作机会平均每个月有3605个，比6年前成长1倍。有53.1%的工作无限年资，而且近6年薪水4万块，也互绿色新贵变甲真抢市。记者综合报道。对明年开始，环保署规定连锁超商含素食店就要有循环杯借用服务，店家循环杯数量要达到5%，也要达到15%的年度减量。若准无达成目标，佫无改善，就会当特工处罚。早起环保署公布借杯啊良好服务票头，包括 7-Eleven、肯德基、麦当劳和 Moss 拢有摕到票纸咯。用手机就会使借循环杯来使用。环保署推动循环杯制度，帮减少一次性饮料杯，也制定循环杯服务指引、规范卫生等等，以及颁证认证和符合指引的业者。另外，为明年开始，连锁便利商店、素食店要有5%以上的门市提供循环杯服务。不过，环保署也坦白，目前民众使用意愿也无悬。我们今天开始踏出第一步以后，未来就可以看到它的成长。使用率的成长，所以一定要走出这一步。一袋一袋的循环杯伫咧机器内底洗好清气，民众使用循环杯服务，真要意的就是卫生问题。而且店头使用循环杯要放倒位、安怎运送，拢是问题。有超商代表讲，家己建立循环杯系统是开了1000多万。若是未来循环杯要推销到中小型业者，唔知因会使安怎负担。这样的一个历程超过1年。那另外就是，每次都超过了1000万元以上。环保署事实上也在研拟，怎么样能够辅助或者是补助这些不管是大型或者是中小型的企业。那么现在我们也在想说，如果有可能的时候，
那么他们对于这个循环杯的清洗，是不是能够有一些的辅导或者是补助？另外，环保署表示，若有连锁便利商店、素食店无达到5%以上门市提供循环杯的目标，会逐工开发。这企业一次性饮料杯的减用比率也会达到15%以上，无达成会限期改善，无改善也会处罚，一摆罚1200到6000。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讲到南投水里的蛇药是真出名，社区这几年和乐团举办这个药新节，做伙开发一种新乐器叫做陶琴，是用伫祭典表演，因也用这款的方式伫咧推广在地产业。3、4、5、6、7、8。认真对节奏卡灰仔琴，南投水里顶坎社区的时代当咧排练，要伫药新节活动表演。灰仔琴是水里蛇药甲正极风鼓团这几年拍拼演化的乐器，看起来都亲像木琴，演奏方式嘛同款。不过灰仔琴声音听起来介响，是今年表演的重点之一。变成演奏起来的时候，就有点类似我们南洋风那种甘美兰的演奏的感觉，这样子。只是它这个东西，它的声音就是比较偏向东方，就是说它共鸣不会那么长，它很短，所以它可以打一些比较快的节奏。那就有希望就可以把它发展就属于顶坎社区就水里这里的一个陶乐器的一个特色。那这次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跟小朋友还有阿公阿嬷他们，我们做一个合奏。药新节是正极风鼓团办的文化祭典，以当地灰仔的产业文化做中心，甲在地人可做伙，透过演奏乐器、跳舞、讲古等等的方式，播一出水里的故事，让囡仔进捌在地文化，让观众了解水里的水。若今年的活动特别招老大人来演奏灰仔琴，由囡仔讲古，两边互相配合，做伙完成表演。还可以的，但是的头脑没那么好了，有的手脚跟头脑跟不上。我们年纪大了，比较慢，但是呢，我们也在进步中，对乐器多少了解了一些，原来不懂的，现在也懂了。正极风鼓团毋但用心准备祭典，佮培训囡仔鼓团来传承，伊也鼓励时代斗阵来学习，透过基面的专长，替水里灰仔产业创造新的乐器，有无共款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有名的灰仔彩绘艺术家池瑞芬，对于12月17到明年1月7、8，要伫咧嘉义滨乡的表演艺术中心举办灰台10年的灰仔彩绘创作展。三大展区内面除了有西洋灰仔以外，也佫运用地具的设计，咱做伙来看卖。一件一件灰仔的创作，顶面的彩绘风格拢无同。灰仔彩绘艺术家池瑞芬为国外返来台湾了后，把过去伫国外学的灰仔彩绘的手路运用伫地具顶面，伫嘉义县民乡表演艺术中心举办展览。当你用了一个深颜色的茶具来泡茶的话，你没有办法看到茶汤的美。那其实每一个茶汤，它是可以展现各式各样不同的颜色的。池瑞芬返来台湾10年，捌伫嘉义大学担任驻校艺术家，嘛去到阿里山地区研究茶米产业，为着要让故乡家己的茶米通好伫国际通透，伊甲灰仔彩绘创作的手路运用伫传统泡茶茶具顶悬。这个茶器啊，事实上我们刚刚现场大家也看得到，它用这个瓷绘，然后这个泡茶，其实这个是跟我们这传统的茶文化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在推广茶文化这一块，也尝试不种方式来去呈现。展览场内底分做3区，除了西洋式的灰仔茶具以外，佫透过空间的设计，甲传统泡茶艺术气氛扣做伙，加强展览50多件作品，这些作品会等到明年正月7、8。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日本的创意团队最近来到台湾做一个海洋展，因利用光影、色水、声音、气味，打造立体海洋世界，要带大家来认捌生不同样性。对光影、色水、声音甲气味的变化，一步一步为海山堡近海行入去到6500公尺的海底，这是日本 Naked In 团队打造的立体海洋世界，要让观众为浸水式的体验当中感受生命的存在。ファミリーの方々に見ていただきたく、美しい海の多様な生態系を表現しながらも、体験によって海や地球環境に興味、共感を持つ、そんなきっかけになると幸いです。バーチャルな世界に生命感をいかに感じるか。実は
ライフというのが本店のコアメッセージになります。宝港的深度有多变的物种，除了海底崩坑以外，佮有海翁带大家下海底，嘛有海洋生物展等等8个展区。台湾科学教育馆表示，科技结合技术的互动展览，会当将学习变个较趣味。我们大概这一类的比较结合科技跟艺术的这些展演的话，都非常的受到欢迎。这个八大场景的话，每一个都会有一个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我们都是希望达到新奇、有趣、好玩，然后互动动态的这几个概念。Naked Ocean in Taipei 公钱仔海洋展12月23开始到明年3月初5，伫台湾科学教育馆展出。记者麦上英曾最由台北报道。台湾市民环海，不过真侪人对这海洋无够熟悉。长期记录环境议题公司纪录片导演关金源推出新作品《海之花》，头一届甲环保和技术结合，佮甲北里麦寮、丰湾等地区的海花环境融合着表演艺术者伫现场演出，用下届合作的模式记录台湾的海花环境。表演人徛伫水中，或者是伫蚵仔病当中跳舞。海花边的动物，也有真侪表演者的交集，对应就是台湾的海花环境。安尼画面毋是单纯的艺术演出，是纪录片导演关金源的新作品《海之间》。很多的二元对比、隐喻哈，然后在隐喻里面会有很多的资讯在里面啊。譬如说，我们芭蕾舞者在水泥消波块上面做表演，那是一个很了无生机的一个环境，然后有很优美的那个表演艺术工作者在上面跳芭蕾舞，那这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二元对比。为新北淡水河口沿海华山向南，经过左搭、丰湾、麦寮、垦丁、甲南田等海华环境的活泼生机，或者是过度开发。纪录片团队甲表演者拢会做好田野调查，还佫伫现场感受环境，将依照迄时阵气氛创作。历程即是创作，感受我们的身体在这个滩地里头是怎么样，透过当海水带着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身体是怎么走的？那所以如果你可以安静下来去感受这块滩地，它是非常有力量的，它自然会带着我们身体走出它应该要有的身体的创作。甲过去的环境纪录片无同，大部分用直接广告式角度出发。关金源第一摆用跨领域模式，将海花甲技术结合，希望能引起更较侪人的共鸣，进一步思考人甲海之间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拍电动，唔是少年人的专利哦。台湾有一队是由60岁以上这时代所组成的上星电竞队，因练半年了后，就去挑战全世界头一场VTuber英雄联盟电竞赛。虽然这结果是输去啊，不过阿公阿嬷也讲，拍电动互因头脑活灵，保持少年也较袂老气。红光相机，请起来，后代也来。这个比赛进前，这支拢是时代人组成的本土电竞队，大声喊口号，替家己加油。这个队伍平均是64岁，礼拜因来到台中参加全球第一场和虚拟的 VTuber 对战的英雄联盟比赛。因的目睭是拢无离开过电脑，这么专心的模样是一点仔嘛无输给少年人。但是对于新北市来66岁的江义硕讲，其实一当前伊对电脑是完全拢唔捌，是用学新的物件心情加入这个团队的。我一开始接触那个英雄联盟，又害怕，又高兴，想说啊，起码这个算是我的新的一个知识，一个那个，我想说啊，我试看看。江义硕加入电竞队了后，除了伫厝一直练习，每礼拜不管是大风大雨，伊拢会坐高铁去台中参加团体的练习。对伊来讲，拍电竞会当手和脑做伙用，互脑筋变较活的，而且心嘛会较少年。也不说辛苦啦，就是说觉得说你要有这种心，有向上的心，就是说有认为说我不服输，我活这么大把年纪，我怎么可能？这个小小挫折就让我被我打败了。教练是学到江义硕阿嬷是这个团队内面上认真拍拼的。他是我看过花最多时间去练习的一个选手，然后他也会自己私底下也会问我很多角色的问题。
虽然这摆含戏语是防止的比赛，上请的银发队是输去啊，但是队员认为讲输也是赢无重要，重点是伫过程中享受电竞的趣味，嘛希望一直学新的物件。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译。今仔日是冬至，唔知观众朋友敢有食圆啊？咱来看今仔日天气吼。讲到这个苗栗以北依然可能春无到6度，中南部含花莲台东也有机会落到10度以下。明仔载会搁较冷哦，亲像这款冷搁大的天气会一直维持到12月25。明仔载天气侪变化，咱的气象做回来详细看。宜兰到新竹对9度到14度，苗栗到云林对8度到18度，嘉义到屏东对9度到2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0度到1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8度到14度，还有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